咱拢知影讲，科技是愈来愈进步，机械手骨已经渐渐运用伫生产甲制造。不过，也是亲像这个医疗照护方面，因为动作爱搁较精准，要求是愈来愈悬。清大研究团队最近研发出一款机器人，会当模仿咱人手骨的动作，希望未来会当运用伫医疗照护。机械手骨甲卫生纸抽出来，看起来真轻巧的动作，对机器人来讲，其实是真无简单。佮有即个准确甲管仔摕起来的动作，拢是靠先甲人的动作数位化，才通搁教机器人安怎做。做同样的动作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动一下，你看我们这边左边的手动起来，右边的透过我们机械外骨骼也动一样的动作。左手的地方是软性的手，右手的地方是比较硬式的手。然后这个机器人除了这个手之外呢，我们有个7轴的这个机械手背，可以仿人任何的动作。机器人阁有追踪物件的功能，伫头前放3个乌色杯仔，甲球放入去其中一个，刷落来甲杯仔换位。机器人的头嘛对咧转动，向准目标，最后顺利找出放球的杯仔。我们的机器人里面呢，还有我们的 camera， 有深度的 camera， 可以很快速的追踪任何看到的物体。这样的话，我们的手就可以看到，我就可以抓得到。研发团队表示，疫情期间袂使利用机械手骨代替即卖人工采检，那会使减轻医疗人员的负担，嘛，佮加一份安全的保障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